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轻松一点下來，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劇透課語，劇透課語，劇透課語 ，Let's go！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跟僵尸有关。你知道僵尸的客语怎么说吗？僵尸，你是说那个僵尸还是那个僵尸？如果你是说那个僵尸的话，我知道就是恭喜。那海陆腔呢会说恭喜。我发现海陆腔有进步是不是？但是派 say すいません，你说的这种僵尸是姜丝炒大肠的姜丝，蛀葱炒蛹细，竹虫炒蛹细的姜丝。我说的是能够大家快听不懂了。我说的是能让世界化为末日的不死怪物。在东方称为僵尸，在西方称为丧尸、死尸、活尸，好吗 I know， 我知道，就是那个僵尸嘛。对，我们的客语呢叫做恭死，这是四线腔。海陆腔呢是恭喜。说真的，其实还蛮难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听众朋友觉得我们是僵尸、僵尸，傻傻分不清楚？我们干嘛让大家觉得很混乱？因为我们自己都快搞不清楚了。对，因为我跟凯翔啊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发音很难我用海陆腔示范一下。好，来，僵尸恭喜，恭喜，僵尸恭喜，恭喜，是不是很像？超像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点有趣。不过今天我们认真一点，我们严肃一点。我们今天其实要讨论的是僵尸。我觉得片商有机会啊，真的可以跟我们这道客家美食竹虫炒蛹细来联名一下，一定会是个好商机。你的意思是说，一边看僵尸丧尸片，然后一边吃猪肠炒姜丝？你的意思是这样吗？猛超对，一边看僵尸在那边啃食那些内脏，然后一边我们在吃猪肠配姜丝，感觉会边吃边吐哦。但是呢，我的意思是商机这两个字，商机，因为呢，僵尸、丧尸这类题材一直都很受到欢迎嘛，每年呢都一定看得到这类影视作品出现，而且它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哦。我真的非常的认同每一年只要有推出，不管是僵尸片或丧尸片，我真的一定会看。而且呢，就像刚刚凯翔说的，根据 NBC 的报道统计，其中提到僵尸经济，早在2011年，僵尸对经济的贡献就超过50亿美元，很多呢，真劲！而且这中间其实当然有很多不一样，比如说是电影、游戏，其实它就各占了快一半。而且这类型的题材你知道它就像是白板一样，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其实可以重复的书写或定义，你只要换个场景或时代就可以了。例如说，你可以在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英国英国怎么我以为你要讲英文怎么变客家话 England OK 韩国 Korea 日本 Japan 好 anyway 就是可能在亚洲各地所以这样就会又是一个新的游戏或是新的电影跟新的影集了。各位为什么这个僵尸丧尸片会这么受欢迎呢？你看光是这系列的影集啊、电影啊、动画啊就有百种，而且随随便便想到几个凊彩凶的都就讲得出来。我先说，因为我想说我年纪比较大，我要先从一些古代的开始讲起。干嘛啦？我是认真，我现在很严肃。你好诚实哦。不好意思，做自己很好。对，很棒。我要讲一个呢，我想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人，你可以试图回忆一下，不晓得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片子？我知道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就是经典港片林正英主演的1985的《僵尸先生》。笑的点是我看过，对不起，我看过。真的，你应该是看重播吧？真的是我小时候的回忆耶。大概我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看那个《僵尸先生》了。你大概是你幼稚园好成熟你大概是大学了吧？我没有要讨论这个话题。
还有1989年的《一眉道人》，而且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好看，而且我觉得好猎奇。我看的时候啊，我会跟着电影里的主角一起停止呼吸，然后我会幻想，如果我的这个生活里面真的有僵尸，我只要遇到他的时候，我就捏住鼻子就可以了，也没那么可怕，可是觉得很刺激。你现在在停止呼吸吗？没有僵尸，你可以呼吸了。好了。好了，演完了。你刚才演很凶里面的台词呢，我觉得也很有趣，很经典哦。像是一定要来个救命，找谁救命呢？九叔救命！你真的有看呢？对，还有一个很经典，我超喜欢的，记忆点很深的就是会有一段，就是有一个女鬼这样求生。你真的有看呢？对啊，而且还有融入那个不是僵尸的女鬼，我想说僵尸片为什么还有女鬼？对，还有一句大家会听过，就是人分好人坏人，尸分僵尸死尸，任老太爷的尸就是快变成僵尸的尸，真的都看不腻。对，而且还有很多可以分享，例如像是播了长达11季12年的西洋影集《阴尸路》，开播首周观看人潮就破1800万的西洋影集《最后生还者》，史上最卖座的丧尸电影《末日之战》，由 Mila Jovovich 饰演女主角 Alice， 女力爆棚，改编自电玩的《恶灵古堡》，一部低成本的电影，大玩一镜到底，宣称要先撑过开头30分钟的平淡剧情，最后迎来大反转的一尸到底。这部片我真的太爱了，我是去电影院看，我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到肚子痛，完全无法控制。拜托没看过的朋友一定要想办法找来看。他这部电影的宣传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他的宣传就是告诉你说，前面30分钟拜托撑过去啦，我知道不要10分钟就离开电影院，一定要撑过30分钟，你就知道后面在演什么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所以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手表，20分钟、25分钟，我要超过30分钟，结果我一点都不失望，所以一定要去看。所以要先看30分钟。对，还有台湾也要活尸片一下，哭悲。怎样？这个片名怎样？还蛮有趣的，好喜欢哦。但我现在不方便念出来，可了。好啦，还有这个哈韩族必看的哦，韩国电影史上首部关于丧尸题材的电影之孔刘好帅之火车惊魂系列《失速列车》。还有呢，一直在等下一季，然后一直等不完的古装剧《师战朝鲜》。另外还有以韩国校园为主场景，带点校园霸凌的议题《僵尸校园》。我跟你讲，这3部片啊，我真的全部都有看。知道这证明什么吗？你多爱僵尸。对。你多爱丧尸。对，真的。先不要管剧情，我真的就是因为它是僵尸片，我就真的看。不过这里面我很喜欢《失速列车》这一部，一上映之后就引起热烈的回响，3天就创下近亿的票房。哇，这部真的非常经典不过你确定不是因为你是喜欢那个孔刘欧巴吗？其实我喜欢的是马东石。等一下，对，没错，真的。马东石也不错啊，他很英勇你看他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打趴好几个僵尸，好几十个，不是好几个，好几十个僵尸丧尸。所以你说能不爱马东石吗？不过一定得说一下，这部剧的剧组真的很用心，因为他们针对不同年龄层中的丧尸演员，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训练。你知道训练什么？训练怎么折手吗？对，就是让尸体要呈现那种扭曲，然后那种身体超乎常人的这种肢体表现，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手臂啊被折断的那种视觉感，还有一些很诡异的动作。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吸睛。你想想看，你现在手稍微折一些怪动作，对 Vogue。我觉得你很烦随便 Vogue。好了，不一样。各位朋友，我很抱歉。反正呢，就是连那个主角孔刘也认真，丧尸杀过来的这个模样是真的会被吓坏，真的不会懂电影。另外韩国呢，现在他们连实境节目都有，叫做《丧尸与
咒。对，是不是真的很疯丧尸大家？不过回到刚刚凯翔说的，到底为什么丧尸片这么受欢迎呢？我想是因为丧尸片为人们提供一个虚构的镜头来看待世界的真正问题，让我们可以暂时离开现实，也许可以获得满足的出口，所以呢，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创作素材了。古手嘞，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很疯的一部动画。我觉得这剧里面呢，也跟刚刚伊克丽子姐姐说的一样，它整部片呢看起来非常有娱乐性，但也反映出这个现实世界的真正的问题。对，这部片呢就是《僵尸100》，在成为僵尸前要做的100件事情。片名很长，所以我们简称僵尸100。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Let's go！ 对这种已有梦想、长出沙飛嘅人填土肥，來到一間無良心嘅公司做事。对职场满怀梦想的社会新鲜人天道輝來到黑心企業工作。從其以來，佢都受到甲主管用法語欺負佢，韓國超時工作，長期受到上司言語霸凌、超時工作。就算當日唔想去上班，佢還係無日無夜，一日過一日，像公司用嘅生活。纵使每天都有着不想上班的念頭，卻還是過着日復一日宛如僵屍般的生活。而且都有一日，世界上出現嘅萬幾多僵屍，佢總算唔是去公司上班呢。直到某天，世界爆發了僵屍潮，他終於不用去公司上班了。呢度我喺本自家變做僵屍過後會後悔，佢開始同佢自己人生最尾想做的100件事情寫下來。為了不讓自己在成為僵屍後留下後悔，他開始把自己人生最後想做的100件事情列了出來。韓國為到也生存目標來奮鬥，開始其他僵屍世界一定有能量嘅生活，並以此作為生存目標而奮鬥，開啟一段在僵屍世界的正能量生活。僵屍100的原作作者是一位日本的漫畫家麻生羽呂，他有一部很知名的作品，就是《經濟之國的闖關者》，大家應該都知道哦。如果你沒看過嘅話，如果你沒看過的話，我來跟大家簡介一下。這個《經濟之國闖關者》呢，就是在演有一群人呢被困在一個平行世界，要透過闖關危險遊戲來生存下去的劇。而且第2季啊，還可以看得到這個裸體的山下智久哦，來揉咯。黑狗，你還沒看過的話，趕快去找來看，要看第2季。我要正經一點，凱翔說的對，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就是雖然他裸體，但重點部位都用鏡頭構圖遮得很好，遮得非常的好，因為會令人看起來有點害羞害羞的。在僵屍100裡面也有這種技巧，真的是說你知道對不對？它有很多就是裸體，可是又遮得很好。對，是說，請問一下。這重點嗎？不是重點不是山下智久的裸體好嗎？對，重點是這個僵屍100，也是這位作者。僵屍100啊，它跳出了喪屍題材的刻板印象，它是一部反套路的僵屍生存劇。什麼意思呢？像是大多的喪屍片呢，通常呢都會是以原本平凡美好的生活被僵屍給破壞，然後呢把僵屍喪屍描述得非常的恐怖可怕，當電影咁嘅感覺。而且呢主角呢的反應，如果你有發現的話，你有仔細看各大僵屍片的話，你都會發現說他們這些主角都會從恐懼開始，因為很害怕嘛。對，害怕之後，然後就開始逃命。沒錯。但是呢，僵屍100呢，卻是主角很開心，這個世界迎來了喪屍。當世界被僵屍佔領的時候，這個主角天道輝第一個反應是：耶，可以不用去上班了，耶，做得唔是去上班呢。
我觉得被你讲的好像有点像放台风假的心态耶。No， 没空用哈。这个台风天呢，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待在家，做好防台准备，要注意安全。对。不过你刚刚说那个僵尸100的套路，我非常的认同。比如说像在僵尸100的第1集，你知道天道辉他是一步步从社会的新鲜人，他加入了一个黑心企业，变成了社畜的过程。我觉得是因为日本啦，所以他会用社畜。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新鲜人嘛，就是你加入到一个企业里面去工作。我以为你要说台湾也有很多社畜。没错。怎么有冷掉的感觉？后来呢，因为丧尸的出现，所以就不用上班了。那天道辉的感觉好像重获了新生跟自由。当然也不是说每个人的工作状态都这么糟糕啦，不过我在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感受。我觉得这个编剧好厉害，为什么？因为他用了夸张的血汗企业与末日的求生对比，表现手法很有趣，看的时候很娱乐，但却呈现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像我这个年纪人看，都非常的有共鸣。我想问一下，你记得天道辉不用上班的第一天他做了什么吗？打扫，对不对？对，打扫家里。对，你想想看，你想想看这种剧情的安排，为什么你第一天不用上班了，一个年轻人你却选择做的事情是打扫？因为他终于可以好好整理自己的家，将他的房子呢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他竟然是冒着被丧尸追的风险，只是为了要干嘛？买啤酒，买秘鲁。对啊，那你想想看，因为他要享受一整天都没有事情，只要待在家里喝啤酒就可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愿望其实很小。所以我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我自己就觉得哇，我好有共鸣哦，因为你知道那种极度忙碌中啊，如果有一天可以是真的完全没有事情的感觉吗？你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你把家里的打扫得干干净净，你就留在那边好好的做自己喜欢的那种好像愿望很小的事情。对，好像就是能有一些小确幸就会很开心。对，所以呢就有网友就笑称啊，其他人都是变成僵尸，就主角呢是从这个僵尸变成人。对，因为他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自己就好像是僵尸，所以他现在不用上班，他好像真的可以变成真正的人了。而且直到这个主角他终于领悟到自己在黑心企业浪费了3年的光阴，对，然后长期忽视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亲密张给停，要把握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我送来康奈亚部片啊，我看完这部片，我觉得它其实蛮欢乐的，而且是充满希望的感觉。对，这就是为什么凯翔刚刚说是一个反套路的形式，因为跟一般的丧尸片是完全颠倒的。他很开心有了丧尸，然后做一些愿望很小的事情，所以像里面的台词就会说，不论我们的生命只剩下1天或是60年，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间都太过短暂，大家要珍惜现在，把握当下。正确，所以不要过着如僵尸般的人生。这是第1集的部分。那后面的剧情也会透过主角群的各种故事带来不同的道理跟观点。那我其实很想问阿凯翔，也想问一下各位朋友，如果说这个世界真的出现了丧尸啊，你会做什么？也就是说，要成为僵尸前要做的100件事情会是什么呢？你的清单是什么？我想应该蛮多人都常常听过一句话啊，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想做什么？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觉得我可能就会待在家里做点简单的事啊，然后吃饱啊，睡好啊，听听音乐啊，看看书啊，然后轻松自在的度过这一天，这样子。你现在是在装文青吗？为什么你做的简单的事情是听听音乐，看看书？差不多，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生。然后后来隔天起床后，发现还没有世界末日。你不要再给我这种设定。马上回去给我上班。我们是要多戏剧化我们的人生。一定是啊，我们一定要这么戏剧化。等一下，这部戏还有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在动画呈现上非常的厉害，他用了很棒的手法去传达主角的心理状态。像是在分镜啊，还有转场上，我觉得他会有一些画面去堆叠主角的心理状态，或是画面呢会用一些色彩去区分时间线，去暗示说主角经历了社会化的过程。黑共台港有看过一发，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哦。
这个主角呢，他从一开始的社会新鲜人的状态，边兜社畜的状态，再到遇见僵尸后的那种人生，他的画面呢会是从这个彩色变成黑白，再到彩色。我觉得这次的动画呈现我也好喜欢，动画本来就可以有很多的创意与想象在里面，它跟真的拍戏是不一样的。在拍戏的时候，其实当然你可以很努力的去拍出你想要的样子，可是动画其实那个空间很宽，那在这部动画里面每一幕都非常的精致细腻，画面十分的流畅，尤其是像那个光影的运用真的非常的棒，感染力超强。有一点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里面运用了彩色的血浆，你知道吧？对，它降低了那个僵尸带来的恐惧感，超喜欢，真的，而且它刚好呈现出主角在脱离工作后那种眼前的色彩，让整个作品看起来其实是有活力的，最重要它不是压抑的。不过呢，我看到这个场次的时候啊，有让我想起我之前看的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哪个？你在抓头了？不是，就是什么？我开始 ASMR 那个抓头的声音。牛津鞋就是金牌特务，大家都喜欢看。有什么画面？有啊有啊，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里面有一场那个脑袋爆炸的那个爆头？对对对，爆头火焰。对，因为他们那一段其实想想其实是非常残忍的，可是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去操作，他们就让那个脑袋随着那个音乐的旋律有节奏的炸成了碎片，就好像是一场绚丽的焰火秀，有没有印象？对，还要搭配那个古典音乐。我虽然喝的很不像啦，还有那个会有那个 slow motion， 它拍摄手法都是 slow motion， 就是慢动作那种。对对对对对，所以一样嘛。你看它是惊人的爆头效果，可是好像彰显了那种芭蕾舞般的艺术感，然后又不会很血腥。对，我觉得这跟我看这个僵尸100的那一段的时候有一样的感觉而且不会有压抑的感觉。那说到这里呢，为了让大家不要有那种压抑的感觉，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你是想让你自己不压抑吧？说来听听。就是呢，大家印象中呢，以前那种香港80年代的僵尸电影，穿清朝服啊，然后会跳跳跳的那种僵尸。对啊，就前面说的林正英主演的僵尸先生的那一种啊。对，这种僵尸的原型呢，据说呢是参考中国清朝盛行的那种湘西赶尸文化，这是流传于湘西一带的文化听说会有这个赶尸文化，据说是为了让死在异乡的人可以返家下葬。你现在是要营造那种恐怖的气氛是不是？对，要有一点这种感觉。好，了解了解。反正你刚刚的意思就是那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概念啊。然后嘞，不过呢，因为湘西一带的山路崎岖，在早期无法用车还有担架来运输，所以尸体的搬运呢，就成了最头痛的问题。那要怎么办？所以呢，你是不是有觉得？你是不是觉得有一个人没有要接你的气氛？对，所以呢，就是要用挑的一个凯丹的概念。等一下，你好好聊天。我觉得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准备好了。凯丹爱开来嘿，嘿哟做担棍那好嘻嘿。好。你在那边吼嘿嘿什么啦？挑别的可以，挑尸体你很适合在那边吼嘿嘿吗？对，一定要吼嘿嘿。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在搬运尸体的时候啊，要翻山越岭，用凯耶这种用挑的才比较省力啊，有没有？你的意思是说吼嘿嘿这样吗？对。跟突然哈港影汹涌了，OK， 翻山越岭的部分然后我跟你说，这赶尸的方式呢，要有2个人一前一后，然后左右间呢都要撑着竹竿，中间还要用竹竿从各位尸体的腋下的衣袖穿入，然后把尸体们像站立的状态把它抬起来，就这样沿路挑回家乡。然后在行进间，尸体会上下的晃动，远远的看起来宽一了，就像黑地给
跳动的感觉，就是在跳动的感觉。还有，因为那个竹竿是从衣袖中这样穿过去各位尸体的腋下面吼，所以尸体们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双手平举。来，依理姐，你看我动作后，就像这样，嘿。真的耶，真的就是林正英主演里面的僵尸耶。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港片的僵尸呢，都是举着双手，然后用跳的这样移动。我本来觉得不可怕，可是我被你形容完，觉得蛮恐怖的。因为我刚才是真的很认真的去想象你形容的那个画面，你为什么要破坏我儿时看林正英僵尸先生的美好回忆呢？但是我觉得你刚表演的很好，赶尸匠的工作蛮适合你的。嘿嘿，相传要成为赶尸人，酬劳轻松轻厚哦，蛮不错的。但是并不容易，因为首先身高要有170以上，你有，还有相貌不能太帅，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不适合啊，不太适合我吧。那个相貌不能太帅这部分，因为我虽然刚好170但是我最近呢有被说是那个客家车银优等一下，我跟你讲，我有真的去查车银优长怎样，我觉得他跟你是头发像，但他脸很窄，完全不像的意思。但你最近也被说是客家金泰梨好吧，那我觉得你就是客家车银优。客家金泰梨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抱歉，我们马上要来分享今本日的客家话。这转也太快了吧，心情的部分一定要啊。好啦，今本日要推荐本台改嘞，就是僵尸100。黑讲嘞，你跟这个主角一样上班觉得很累，工作也觉得很累的时候，就做台讲四线腔，动开，是不是？这个我一直学不起来。那时候老师教我的时候还说，你就想 KOI，可KOI，就真的讲很硬，就是真的讲不好，动 KOI， 很不好发音啦。动 KOI 啊，不然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动忝。这个我可以，动忝，海陆腔，动忝。不想上班的时候可以说海陆腔，想送办，很好。那四线腔的不想上班是说想送班，或是你也可以说不想工作，想做事。想做事。那四线腔可以说想做事。很好哦。说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海陆腔跟四线腔，如果你抓到一个诀窍，它就是音阶刚好完全的相反。毕竟我刚刚说的做事嘛，我们说四线腔说做事，海陆腔呢就会变成相反的音阶，做事。对，反正音就是相反就对。如果想要请假的时候，就可以说我想要请假。四线腔呢就可以说我想要请假。你看是不是音阶相反？对。不过你为什么要请假？因为我身体不舒爽，不爽快，跳哪痛、木足痛、屁股痛、牙齿痛、耳孔痛、手痛、脚痛、鼻痛、肚子痛。哇塞！所以你不想上班请假的理由是头痛、眼睛痛、鼻子痛、牙齿痛、耳朵痛、手痛、脚痛、胃痛、肚子痛啊？你也太多的痛了吧？哎呦，你的听力不错呢。对啊，你知道这整集我学到最多就是痛，然后呢，这些理由你上次都用过了，有没有其他的理由？我走太快脚扭到，给我怪到。我觉得你是被别人拐走吧？没有啦，还有我的机车也没有电啦。我给检查某天呢，都拜某天呢。这个不想上班的理由，好算中肯啦。还有，要是这个天气太热有点中暑了，捏豆。好，算你过。还有，白生还有，我刚刚迷路，什么？迷路你真的很敢讲迷路作为你上班请假的理由，你敢讲？你这太瞎了吧？你家不是在公司对面吗？对啊，因为还有更瞎的，因为我要带迷路的小朋友回家，我还要带迷路的阿婆坐公车，我还要带迷路的阿公去搭捷运，还有我隔壁的同事隔壁同事客家青苔店骗我今天不用去上班。
青苔料是谁？金泰梨，但青苔料是很大力耶。对啊。好啦，给你准假。耶，昨天不是上班嘞，一天到回哦。好啦，所以请假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客语哈，瞎的不算，瞎的不算。至少今天有学到不想上班，还有各种痛要怎么说。记得听夜给科普拉斯属堂剧透客语 ，Let's talk，张磊雕，拜拜。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那些什么头啊、眼睛啊、鼻子学不起来没关系，但是至少学到了痛就是海陆腔痛，相反的音阶通和通哦，嘛可以通嘛可以通，所以请假就是什么痛什么痛，就是可以用这个来说啦。对，那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客语，就是迷路。迷路，大家会讲说是不是迷路？不是，它是海陆腔、冲走、四线腔。冲走，对，好有意思哦！这样大家有学起来了吗？大家有学起来吗？如果下摆想要强改世界，还是老老实实的说理由，或是直接说爱想爱请假。对，也就是说我想要请假就可以了。爱想爱请假。